各位大衛團友早晨，早晨，大家平安。今天早上咧就係我哋一齊聚集，就係為咗要敬拜讚美最愛我哋嘅神。Amen。聖經咁樣講嘅，萬國啊，你們都當讚美耶和華；萬民啊，你們都當頌讚他，因為他向我們大施慈愛。耶和華的誠實傳到永遠。你們要讚美耶和華。大家預備好讚美神未啊？預備好咧，就邀請大家一齊嘅站立。我哋齊聲嘅嚟對歌頌，向神獻上當得嘅讚美。
邀請大家合上你嘅眼睛，我哋喺神面前安靜片刻。喺每一日，大家係咪都係日復日追追趕趕、忙忙碌碌咁喺生活上不斷嘅離不去煩擾，讓你感到身心疲乏？有冇一啲嘅事情出現，唔係你預期發生，又遇上種種嘅不如意，心裏邊有冇累積到愁苦、滿肚委屈？呢一刻就係呢一刻，我哋嚟到神嘅面前，要去整理我哋嘅思緒，接受從神而嚟嘅愛同埋安慰，因為神對我哋嘅愛從不減少，我哋每一個都係被神所珍惜，看為寶貴，看為至寶。我哋喺佢裏面可以重新得到尊貴嘅價值，願我哋所受嘅傷可以得到醫治，就喺平安嘅真道上，你都係繼續享受神嘅恩典。心裏邊成為我哋向前嘅力量。我們縱然失信，他仍是可信的，因為他不能背負自己。他既然愛世間屬自己的人，就愛他們到底。疲乏的，他賜能力。軟弱的，他加力量；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，強壯的也必全然跌倒。但那等候耶和華的，必重新得力，他們必如鷹展翅上騰，他們奔跑卻不困倦，行走卻不疲乏。耶和華必在你他必與你同在，必不撇下你，也不丟棄你。不要懼怕，
不要驚惶。係啊，神啊，我哋倚靠你，因為你係我哋嘅神，你與我哋同在，我終身嘅事都喺你嘅手中。係啊，主，萬事都喺你手中，凡事非偶然。我哋相信你掌控一切，臨在喺我哋嘅生命，係叫我哋得益處。無論遇上任何嘅事，我哋唔驚惶，唔懼怕，你必堅固我，扶持我，幫助我。喺我哋未祈求之先，已經嚟到為我哋預備。願意我哋從神所領受嘅豐盛恩典，我哋以感謝嘅心嚟到回謝佢。當我哋唱呢首詩歌嘅時候，大家可以預備今日嘅奉獻。我哋唱完一次嘅時候，就請司事嚟到收取今日嘅奉獻。